都听不到。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又来到这个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又来我们祷告会的时间。虽然说疫情现在非常猖獗，但是我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常常喜乐》。
下去的手再次举起来，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灵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下垂的手再一次举起来，封闭的心再一次敞开，抛开一切忧虑，放下一切重担，来到主的面前，我喜乐满怀。冰冷的心被主爱来温暖，干渴的灵被主爱充满。主是我的力量，主是我的高台，死因有故，一路有耶稣陪伴，他永不离开。主是我们力量，主是我们高台，我们一起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和华是我们的主，我们心并不致动摇。哈利路亚，他是我们的帮助，我们并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阿们吗？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哈利路亚！用我们最大的声音来赞美我们神，因为有他做我们的依靠，我们没有任何的惧怕。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好，让我们将我们最大的掌声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是我们的最大的帮助，我们要来赞美你，哈利路亚！天神耶稣，满心的感谢你。耶稣，现在疫情还是真的是非常的猖獗，影响到非常多人的生计，让我们内心耶稣充满了害怕。那耶稣，你跟我讲，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不用害怕。耶稣，耶稣，你做我们心中那最稳固的磐石，让我们知道你比世上任何的一切都还要大。就是我们将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将祷告奉圣祈求，阿门。我
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再次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再一次在唱主耶稣是我的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们再一次来宣告：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再一次来宣告说：我的盼望，我的盼望只在乎你。主，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诗歌，你是我们的拯救，你是我们在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主，我们的盼望在于你，我们的生命在于你，我们的力量也在于你。谢谢耶稣，因为你的救恩，使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施恩的宝座面前。因为你献上，所以我们能够来到主宝座面前来祈求，为要得着天父上帝的怜悯。主，你向我们彰显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给我们的永恒的约永远不改变。
即使我们是在最软弱的时候，耶稣为我们付上代价，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他救赎了我们。所以我们这时刻才能够坦然无惧来到天父圣人宝座面前。当我们大大张口，你必大大充满。我们要大大来宣告，用信心来宣告，你是我们的，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帮助。主啊，当我们在恐惧害怕的当中，你是我们的平安，因为你是赐平安的主。谢谢你，让我们用不同样的方式在线上，我们一起来祷告。因为你是无所不在的神，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知道我们内心的需要。主，这时刻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的同在，经历你的恩典，经历你的应许。求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明白你是我们的磐石。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平安。我们要一起来透过思念神的名里面一些的经文来帮助我们，来看见主是我们的磐石。主是你的吗？是你的磐石吗？诗人说：“主是我的磐石，主是坚固他的山寨，是他的盼望，是他的倚靠，是让他免于死亡，可以得平安。主是他躲藏的地方，是他的隐秘处。”有什么字眼是能够比磐石更能够贴切来表达这位上帝他是永恒的，是很久的，是能够保护，是能够持续他的信实向我们来彰显。所以当你向这位你所谓的宣告磐石的神来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你是在向一位永远可以让你依靠的神来祈求。在他的计划，在他的目的当中，历经各个世代，虽然万物都在改变，但他的慈爱、他的信实、他的计划、目的永不改变。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耶稣是伴随着以色列人度过漫长旷野心灵的磐石，也是匠人所弃的，但是成为上帝殿中的房角石。磐石在这边可以提供给我们遮蔽，或者是庇护你，特别是在旷野当中带来给我们安全。它也可以用来建造祭坛、上帝的殿、房屋，还有城墙。所以我们要来赞美他。弟兄姐妹，我邀请线上的弟兄姐妹，这时刻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赞美这位神是怎样的神？这位神是你的磐石吗？你认为他对你的慈爱、对你的信实、对你的保护是永不改变的吗？我们要因着这样的一个属性，我们要来赞美这位神。我们也要为了这位神，他是可以教导我们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明白他话里面的应许，然后我们要来宣告这样的应许要临到在你的生命、你的生活当中。我邀请大家一起来念上帝的话语，记载在诗篇144篇的第1节，我们一起来宣告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他教导我的手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我们知道这位神他是教导我们如何平安度日，如何让你得胜的，如何让你能够在他的隐秘处能够得到保障，得到安全的。他是我们的保护者，是你的保护者吗？
你曾经经历过他是你的保护者吗？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来，他是我慈爱的主，我的山寨，我的高台，我的救主，我的盾牌，是我所投靠的。他使我的百姓服在我以下。弟兄姐妹，这2节的经文让我们更认识这位慈爱，这位你的高台是你的救主，为你挡箭，能够让你投靠的神。我邀请大家现在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赞美我们这位神，来宣告说，这位神是你的神，是我的神，是大家的神，是全世界的神。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给我们生命气息，以至于主啊，我们可以在你的圣殿，主啊，我们可以专心来敬拜，来赞美你。主啊，我们用我们的诗歌，主啊，因为你就是我们的诗歌，主啊，我们的生命如果是一首歌，主啊，你就是写这首歌的人，主啊，使我们的生命中，主啊，我们即便是我们生命你来就是要叫我们能够得着属天的应许，所以天上一切的应许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了。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配得称颂、配得赞美的，因为你是信实的，天地万物都在改变，但是你的慈爱、你的怜悯永不改变。主啊，谢谢你，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是可歌可颂的。哦，主啊，谢谢你，让你的恩典、慈爱永留在我们当中，也借着我们能够成为这世代一个赐福的管道。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有定准的。谢谢主，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就是我们的诗歌。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有生命气息，使我们生命可以来赞美主。主，我们感谢你。主啊，这个诗歌我们不只是唱哀歌，主啊，我们的生命不只是唱赞美诗歌，主，我们也可以来唱，主，我们要来悔罪的诗。主，我们的生命就是主你在我们生命所写的每一个音符。主啊，这些音符有高有低，甚至还有休止符。主啊，这个疫情不就是我们的休止符吗？但是主，这休止符是要让我们这人生的诗歌，甚至是教会的诗歌，这个国家的诗歌，更多的精彩。我们更多来经历是主，你是大能的主，主你是永远不改变，就像那磐石一样。或许这疫情让我们觉得好像什么都会变，让我们觉得好像什么样的计划都赶不上那个变化，甚至一通电话。但是主，你给我们依靠。主啊，你是我们的磐石，你不仅是保护我们，主啊，你也为我们抵挡。主，你为我们征战。主啊，在我们每一次征战中，主你就是牵着我们手，让我们就是定尊在于神。主啊，我们聚焦在于你。主，让我们的生命在这摇晃当中，我们的生命建立在主你不变的磐石上面。主，我们的生命是建立在主你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不变的。谢谢你每天赐下话语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这么奇妙。你每一天给我们的话语，就正是我们今天日子要过的。因为主你自己说，主啊，我们的日子如何，主我们的力量就如何。谢谢你。谢谢你，就是我们的力量，我们的拯救，我们唯一的依靠。主，你就是我们的盼望。谢谢主，那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主，我们需要在这世代，我们唯有是你的儿女有这样的权柄，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聚集有众弟兄姐妹。主啊，让迦南教会，主啊，让我们因着主你的爱，因着你的盼望，因着主你的应许，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的面前。主，你把我们围起来。主啊，你让我们再次领受。主啊，你那圣灵的火要透过这个疫情，主啊，要早起来。主啊，要成为这世界上的光，因为主你就是光。主啊，你就是盐，使这世代虽然看起来黑暗，好像在那长夜，但主总是天会亮，因为主你是创造这天地万物的主，你是永远不改变。从这大地每一天的天黑天亮，
这世纪的运转，我们就知道主你是永不改变，你就像磐石一样。谢谢主给我们稳定，谢谢给我们信心，谢谢给我们力量，我们因着你而有可以在患难中仍然能够喜乐。谢谢主，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阿门。弟兄姐妹，我们来为感恩献上我们的认罪来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旨意是什么？是常常喜乐，还有呢，对不住的祷告，还有呢，凡事谢恩。就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要来感恩。你可以吗？即使是在患难、在困难当中，你可以吗？有一位老人家，他住院一段时间，然后他出院的时候看到账单，哎呀，5000块美金，他哭了出来。他为什么哭呢？是因为账单太贵，付不起吗？不是，他想到说，平常我可以大口大口的呼吸，都是免费的。活了那么久，上帝给多少的恩典，所以他为这样哭而感谢。既然我们忽略了平常可以自由的呼吸、大口的呼吸，我们觉得是不是理所当然，还是这是特别的恩典？就在现在，我们才能够感受到，牧师们戴着口罩要来讲话、要来唱歌，哇，很喘，很难过嘞。我们才知道说神的恩典那么大，所以我们要一起为着过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赐下的各样的恩典，我们来祷告，来感谢神。他现在还存留你我的性命，我们为这样来感谢神。我们也有祈求神在我们心灵肉体上的软弱小信，我们恐惧害怕，我们对神失去了信心，我们可能因为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埋怨神。我们来求告神赦免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小信，赦免我们对神的不信而造成许多的恐惧，甚至埋怨上帝。我们一起来读这几节的经文，一起来。耶和华，人算什么？你竟认识他；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好像一口气，他的年日如同影儿，快快过去。耶和华，求你使天下倾起降临，摩山山就冒烟。求你发出闪电，使他们四散；射出你的箭，使他们扰乱。求你从上伸手救把我，救我出离大水，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认罪祷告啊，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们要为这个国家、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来悔改认罪，拜偶像，在苦难当中还不断的互相的辱骂，彼此的攻击。我们恳求神来怜悯、来饶恕、来赦免那恶者在人跟人当中挑拨，造成仇恨。我们要向神献上感恩。最近我们看到只有几天，在我们缺乏雨水、缺乏这个水资源的时候，神怜悯我们。我们看到今天的气象，未来这几天，在十几个县市会急降雨。我们恳求神灌满我们的水库，特别是我们在缺乏疫苗的时候，它能够透过日本、透过美国，能够支援我们，给我们有这样的疫苗。也求神帮助我们，让整个医疗能够有防护，能够围堵，能够让这疫情的破口不再扩大。我们求神的平安能够帮助我们代替这些的恐惧。我们献上感恩，他给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让我们有足够的供应，
我们恳求神呢，让我们献上感恩的时候，他福音的恩雨能够滋润人干渴的心田。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感谢，也来认罪悔改，为这块土地来祷告。我们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你恩待我来为这块们，土地，谢谢你让我们为国家在危难当中，我们还是在最终，台湾这个美丽的宝岛，还是彼此的攻击，在疫情下挑动这些的仇恨。主，我们恳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这块土地。拜偶像的，主啊，还用自己的方法在寻求一切的资源。主啊，我们承认我们骄傲，承认我们的软弱。主啊，人算什么？主啊，你竟然眷顾。主啊，台湾的人民，主啊，你竟然看重。主啊，你竟然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你竟然在那及时基督徒，主啊，你给我们及时的帮助，及时的疫苗。主啊，甚至于主，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缺乏的时候，主你就为我们预备所有那些医生，主啊，这些早就已经预备的这个医疗的人员，让我们认罪悔改来到你面前，谢谢你让我们洁净我们的口，不再互相的攻击。主啊，让我们一起来经历你的恩典，足够的这样的赐福在我们当中。哈利路亚！我们将这块土地、这地的百姓，将执政掌权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你睁眼看，所以让你的耳朵来听我们的呼求。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透过你的仆人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主，我们真是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说，主，是的，我们犯了罪，我们亏缺了你的荣耀，因为我们没有从你来的想法，我们没有从你来的眼光，我们好像与神失去了那美好的关系，失去了那连结的关系，失去了那个能够看见神你眼光的这样的关系。主，我们真是要再次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认罪。主啊，你告诉我们，当趁耶和华可寻求的时候来寻求他，当他相近的时候，我们要来求告他。主啊，你乐意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每一天用这个大自然，用这个环境的各样的讯号、各样的符号，主，你在向我们的生命在说话。主，谢谢你的恩典，即使在这样的境况中，主，我们真是小信，我们真是有限。主啊，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意念来决定我们生活的好坏，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情绪来决定我们如何感受这个世界，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意志来做各样的判断，甚至我们论断。主，我们真是要来到你的面前，再次的向你来认罪。主，你的话语说，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主，我们真是要再次的向你求告，我们愿意进入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但是主，我们也恳求你怜悯我们的软弱。主啊，让我们能够承受。主啊，也帮助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因为你应许，你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扶持我们。主，你用你所赏赐的圣灵来教导我们，教导我们祷告，教导我们生活，教导我们辨识，教导我们在各样环境当中来依靠这位让我们得着永恒生命的主。主，谢谢你，你爱台湾。你一直透过这个大自然在向我们说你爱台湾。主啊，有谁能够经历这么长的干旱，却在短短的几天却能够躲过，能够胜过好像即将马上就要来到的干旱？唯有主你能。主啊，但我们也要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也在短短几天当中看见疫情延烧，而且是到如今人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平息下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来仰望这位帮助我们的神。因为主，你从过去就帮助我们，你现在仍然帮助我们。主，你更应许
你不断的要带领我们胜过一次又一次的困难，胜过一次又一次的悲哀。主啊，你说你要用喜乐代替悲哀，为我们像衣服穿上一样。主，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向你来赞美。主，我们也要为我们整个大环境、人的心来祷告，特别是在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安全的需要，都有这样经济的需要，都有这样子一个人际关系的需要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求神来帮助我们。主啊，以你为中心，不是以我们自己为中心，不是以哪个地区为中心，不是以哪个国家为中心，而是以你为中心。主啊，帮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谢谢你，你用你的话语安慰我们，扶持我们，你也用你的话语为我们照出那未来的道路。主，我们看见了，我们也相信，我们就要走在你的平安当中，平安度日。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要为着国家来祷告，来祈求。神把我们放在台湾这块土地上面，有他自己的心意。我们要宣告说，耶和华是台湾的磐石，他是应当称颂的。我们要宣告说，他指导，他教导我们，他教导我们如何用我们手去征战，他教导我们用我们指头去打这个看不见的仗。敌人在哪里，我们不晓得，但是神知道。他知道这些病菌在哪里。我们面对内忧外患，弟兄姐妹，我们要一起来祷告，我们才能够平安度日。我们先来宣告主的话说：求你从上伸手救拔我，救我出离大水，救我脱离外邦人的手，救我们脱离这些外邦人的手，救我们脱离中国的手，不再威吓我们，不再拦阻我们。再来，他们的口说谎话，他们的右手起假誓。所以我们要为着我们的国家执政掌权的，特别是这些在野的，我们看到最近这些在野的一直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在拦阻。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我们这块土地执政掌权的，还有在野的，特别守护我们这些的防疫人员，还有我们最近每一天大概都超过200多个这个确诊的，我们求主来看顾保护他们，还有他们的家人，没有这样的一个传染。我们也求神来安慰这些因为确诊然后猝死或是过世的，还有他们的家属。他们在哀伤当中，求神也安慰他们。求主也怜悯我们这块土地、这个国家，可以尽早解除3级警戒，能够恢复平常神给我们正常的作息。我们也在此唤起更多的基督徒能够站在这个国家、土地、人民的破口上面，我们成为那个警醒的守望者来祷告。弟兄姐妹，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一起来经历神在这块土地所做的一些奇妙的作为。就在我们不能的时候，神他能，他是全能的。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奉你名一同来聚集，一同来为着国家、为台湾来祷告。你是台湾的磐石。主啊，我们要说在执政掌权的这些权柄都是从你而来。主啊，我们要奉你的名来宣告说，你的权柄、你的能力都要彰显在这块土地。主啊，在人不能，在神你凡事都能。主啊，谢谢你，我们要为着这些执政的有权柄的陈时中部长，还有这些在防疫的过程当中做决策的各县市长，我们奉你名来祝福他们，让他们有智慧来怎么样做这样的决策，让我们这些防疫人员
他们在防护的过程当中有智慧来防堵这些的疫情的扩散。主啊，求你怜悯，让这些确诊者是保护他们不再像因为这样的一个疫情来丧失他们生命。主啊，也保护他们的家人不再受到这些的影响。主，我们奉你名，我们恳求你安慰这些失丧者的家属。主啊，我们恳求你帮助他们尽早，也帮助我们尽早的来解除这样的一个3级的警戒，也帮助我们能够尽早恢复正常的作息，让我们站在这破口上，我们一直在为这个土地来守望、来祷告，愿你赐福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现在主啊，捌被上帝，阮献上感谢。你是阮的主，你是阮保守看护的主，你也是阮的石盘，也是阮的避难所。主，你的意念宽过阮的意念，你的道路宽过阮的道路。感谢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儿女，我会当来倚靠你，成做随时的帮衬。主，天父上帝，阮感谢你过去一年半久来保守台湾伫新冠肺炎疫情的状况的日子，希望会当维持正常的生活。长期有费力来帮助其他受疫情所影响的国家，阮献上感谢。主上帝，阮求是阮会当继续用安尼方式来度过疫情，比较心中有骄傲，态度有谦和。所有台湾最近陷入疫情紧张的时阵，一时已经造成300多人的死亡，以及1万多人的确诊。主，天父上帝，阮恳求你圣神来赦免甲怜悯，除去阮的骄傲甲谦和，反倒当用谨慎、踏实的态度来做好防疫的措施。在这同时，阮也感谢主，你透过你国甲日本因援助疫苗将近200万剂，成做国内即时的帮衬，阮献上感谢。处理这个疫情真严峻、人心不安的时阵，我们恳求上帝你赐下你的真平安，伫每一个人心中来面对这个疫情，也做好家己防护的动作。我们恳求天父上帝你家己智慧、慧力、公义甲疼心，伫中央机关、政府官员顶面，以及所有人民的心中，同心合意。来面对这疫情，除去辱骂，除去互相指责，我会当同心来处理、来面对，无了疑，那主你圣神来带领。主，我们恳求你圣神来特别来看顾第一线医护人员，享受因身心灵勇壮，令身体形成，继续有气力来发挥因的专长。来医治这个确诊的人，主，阮也恳求你来怜悯，因为这个确诊过来死亡的人的家属，主你安慰的灵，甲因支持，陪伴因同在度过一段艰苦的日子。啊，对于遐确诊的人，甲因家属，我恳求上帝圣神你来怜悯，来医治因，透过医疗团队正确的治疗。当早日的恢复健康，因的家属嘛能安心来陪伴因，互因早一日拢一定健康。关于上帝圣神的话，会当进入每一个人的心中，包转讲，顶下拢会当同心做好防疫的措施，互疫情会当早一日得到控制，早一日解除3级的警戒，互百姓当恢复正常的生活。带领台湾会当早一日得到够力的疫苗，互每一个人拢有够力的抵抗力。阮这拢将这个家在你面前，恳求上帝圣神你来引带伊的掌权来带领。伫这中间，我恳求上帝圣神你来提醒推动，愿你的儿女有徛伫这个疫情破起来的中间，主。你来献上克制祈祷，恳求上帝圣神以怜悯台湾以及全世界各地的疫情，会当早一日得到控制，平稳来恢复正常。通过一边谦卑家己
来到你的日主圣神的面前，会当来亲近来敬拜。根据上帝圣神，你听我的祈祷，我的祈祷恳求，感谢拢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谢谢钟义长老在线上带我们来回应这样的祷告。我们要为了肢体来祷告，来祈求。2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宣告说：神啊，我要向你唱新歌，用十弦瑟向你歌颂。你是那拯救君王的，你是那救仆人大卫脱离害命之刀的。弟兄姐妹，我们来思想。神如何来拯救大卫脱离敌人的手，让他能够享有平安？即使是在很危急的当中，他还是能够在旷野在那边安歇，是因为这位是他的磐石，是他的拯救者。完全的平安，完全的歇息，坚定不移的信心。神的救恩，这些永恒的应许是属于谁的？属于信靠神的人。弟兄姐妹，你是信靠耶和华上帝的吗？你对他有信心吗？这些祝福的来到，不是因为我们的愿望，乃是因为我们愿意。当我们愿意定义在神的里面来寻求他，花时间来祷告，来读上帝话语，能够持守他教导我们的诫命，顺服在圣灵的引导，让他在我们里面掌权作王。圣经说，我们的生命、动作、存留都在乎创造我们的神。当悲剧不可避免的来临，甚至在我们四周围，我们世界不可避免有这样的一个动荡。过去我们没有看到每一天有这样大规模的死亡。我们恳求神在这样的一个动荡不安，在这样的一个惊恐害怕当中，他依然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不动摇。主是我们坚固的磐石，他必定让我们在他里面享有安息，享有他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世上的人没有办法给我们的。我要邀请大家来为这样的一个疫情，为我们教会还有肢体来祷告。特别我们没有办法有实体的祷告，我们没有办法小组的聚集，我们现在只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线上的礼拜、线上的祷告会、线上的小组，彼此来连结，彼此来牧养。我们恳求神，让我们可能在这些器材上面，在我们在运用这些的方式的时候，弟兄姐妹也愿意来学习，然后我们也可以透过这样没有停止聚会。我们恳求神来帮助有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有亲人失丧的，他们自己在身心灵上面有这些软弱，还有病痛的，还有现在有住院的、开刀的。我们恳求神来帮助医治他们，让他们很快恢复身心灵的整全。在这段期间，我们看到这样3级的警戒要延长到6月28，孩子不能够到学校上课，所以在家里面，很多父母他们很头大，快崩溃了。我们特别为这一段的疫情当中，家庭的亲子、夫妻这些的关系来祷告。我们也知道，这样的疫情冲击了我们家庭的财务经济，恳求神来护卫着我们，在缺乏当中，他是我们牧者，使我们不致缺乏。最后，虽然我们在这样困境，我们依然能够把握住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成为你社区、你的邻舍的一个祝福的管道。我要邀请大家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
让神的救恩、神的医治、神的供应就降临在你的身上，降临在我们弟兄姐妹的身上。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哈利路亚，主，哈利路亚，主，我们奉你名一同来宣告说：主啊，啊，你是我们神，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缺乏的时候，你就成为我们的供应者。主啊，我们要宣告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好处都是从你而来。我们缺乏当中，你供应雨水。主啊，我们软弱病痛的时候，你赐下你的医治，你的大能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就赐下你的资源、你的恩典，供应在这块土地上面，医治我们弟兄姐妹灵的软弱，还有这些缺乏的，你要供应。病痛的你要医治，主啊，被辖制你要使他们得着自由。主，谢谢你，你来就是要带人跟人、人跟神有和睦。主啊，在这个家庭当中，不受疫情的影响，彼此有和睦，我们在生活中不匮乏的主。主，你是让我们的牧者，主，我们是你的羊，祝我们每一个家庭，祝我们每一个家庭的财务，祝我们每个家庭这个时刻起来。要成为他左右邻舍的祝福的管道。主，我们奉你名来祝福，谢谢你，谢谢你，绝听我们的祷告。主，我们要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主耶稣，我们要说，没有任何的事情能够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即便在这样子的疫情当中，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聚会，实体的看到弟兄姐妹，可是今天在这个虚拟的线上祷告会，你的圣灵把我们聚在一起。主啊，在你的圣殿里面，就是在你的天上的圣殿里面，你的灵把我们聚在一起。主，谢谢你，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一个家庭，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你知道我们国家所面对的挑战。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我们曾经风闻有你，但是在这个疫情当中，主，我们要亲自见到你。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主啊，每日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不论是我们弟兄姐妹身体上面的软弱，主啊，或者是病痛需要康复的，或者是工作遇到挑战的，或者是要考试的这些学子们，主啊，或者是我们在疫情当中我们的聚会的方式的转变，主啊，还有主啊，我们跟人与人之间一个新的常态的一个互动，主啊，这个都是我们的挑战。主，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心灵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你使我们得胜有余。主，孩子特别要为了我们教会的影音同工来寻求祝福。你兴起这些人，主啊，你兴起这些弟兄姐妹，贡献主啊他们的专业，他们的时间，主啊，好让教会主啊能够走出去，走到每一个家庭里面，透过我们的手机、我们的电脑走到每一个家庭。我们要恳求主的福音，在这个时候你的国度进到每一个家庭里面来，让我们经历你是那一位活着的上帝。主啊，不是弟兄姐妹口中所说的那位上帝，乃是我们亲自来经历你。在这个疫情当中，我们经历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Amen。弟兄姐妹，我要邀请大家奉上帝的圣名，一起来宣告他的应许要临到你的身上，要临到你的家，要临到我们的教会，临到我们的国家，临到我们的城市。我们一起来用上帝的话，一起来宣告说：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倚靠你。你们当倚靠耶和华直到永远，
因为耶和华是永久的磐石。我的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很动摇。来啊，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们的磐石欢呼。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的恩典。我们要来宣告神的应许降临，他要叫我们抬起头来。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耶和华是我是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线上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拍手，一起来欢呼，来歌唱。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做我荆棘，必全然得胜。一起来宣告：耶和华是我是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是为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弟兄姐妹们，拍手将荣耀归给我们主。哈利路亚！主，你是我们磐石，你是我们的平安，你是我们的救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主啊，将你的平安就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赐给凡敬畏你的人。谢谢你，因为你是赐平安的主。谢谢你，让我们同心合意祷告，你应许就下来，你的恩典就降下，你的同在就在我们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再次将荣耀归给我们的主。哈利路亚。阿们。愿上帝与你同在，赐给你平安。你可以彼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平安。我们下次再见。